大家好，又嚟到今周嘅市場熱話。咁今日咧都有3個主題咧同大家分享翻嘅。第一個咧就係港股有方面嘅行情啦。第二咧就係Nvidia 嘅 GTC 大會啦。最後嚟講咧，同大家探討翻咧 Tesla 嘅一個前景嘅。咁啊，港股呢排嚟講，當然個市底咧十分之強啦。有傳翻咧，中美領導人咧可能喺6月份有翻個會面啦。再加上咧 AI 嘅炒作消息咧，繼續都係浪接浪嘅。包括上個禮拜嚟講咧，AI Agent Manus 嘅模型嘅推出啦，咁今個禮拜咧，阿里巴巴咧都有好多嘅模型推出嘅，包括嚟講咧就係一個 R1嘅 Omi 咧都推出啦。呢方面嚟講咧，有助咧就係視頻嗰方面嘅識別嘅。咁啊，見到資金流嗰方面咧，當然啦，而家嚟講咧就係參考翻瑞銀嘅報告咧，就係新興市場嗰方面基金咧，而家嚟講咧都積極咧配置翻喺中港股市。咁一啲環球嘅大基金咧，包括歐美嘅資金咧，預期嚟講咧，可能咧都會睇埋咧下個禮拜咧業績嘅重磅期啦，咁先至喺可能做翻個部署嘅。下個禮拜嘅業績嘅重磅咧，其實都有包括翻咧騰訊啦、中國平安啦、美團啦同埋吉利汽車等等。呢方面嚟講咧，市場個焦點咧都係關於咧 AI 嗰方面嘅發展啦，尤其是管理層咧對於 AI 嘅一個幾時先至可以商業化啦。咁嚟緊一啲海外市場嘅一啲佈局咧，都要留意翻呢方面咧，都係咧可能咧令到一啲市場嘅資金咧就會喺下個禮拜咧可能先做翻個業績期嘅炒作嘅。咁啊，第二部分咧，想同大家咧就係分享翻個 Nvidia 個 GTC 大會啦。一向嚟講咧，呢個會咧都係由一開始嘅 Nvidia 嘅 CEO 咧黃仁勳咧咁啊主持做翻個開幕嘅。咁今年個主題咧就係 AI 咧的未來咧就由此開始。咁預期嚟講咧都會咧發布一啲 AI 嘅新技術啦，包括可能涉及翻一啲人工智能嗰方面啦。機械人技術啦、自動駕駛啊等等。咁啊不過咧近排嚟講有消息咧就係咧可能喺呢個會裏面咧公布翻啲直光子嘅技術。咁呢個技術咧其實係最主要用喺一啲咧資訊中心嘅一啲短距離嘅傳輸嘅。咁啊市場可能咧都會借呢個機會咧揾一啲喺市場上面有相關技術嘅企業公司咧嚟做翻個短線操作嘅。咁啊 Nvidia 嗰方面咧就有傳咧嚟緊可能喺個會裏面咧就係發布翻咧 GB300嘅一個 AI 嘅芯片啦。呢方面嘅消息咧都可能咧刺激翻咧半導體板塊嘅行情。咁啊始終嚟講近排嘅半導體板塊咧都相對疲弱，睇下相關嘅今次嘅會議咧會唔會咧就係令到成個行情咧投資嘅情緒咧有所改善翻啦。最後想同大家分享翻咧就係 Tesla 嘅前景啦，因為咧見到咧近排個股價咧都跌勢頗急嘅，最主要個因由咧就係咧2月份個汽車銷量咧都不似預期啦，無論歐洲啊、亞洲啊，甚至乎美國地區咧個銷量咧都錄得個急劇嘅下跌。Tesla 嘅 CEO 咧 Elon Musk 一向嚟講咧都表示咧短期咧汽車嘅呢個銷售咧未必係公司關注嘅重點，反而咧公司投放嘅資源咧，未來咧都發展喺呢個人工智能啦、機械人技術啦，同埋喺自動駕駛方面嘅。要知道咧，其實自動駕駛技術方面咧，其實咧 Tesla 咧一向嚟講咧都有個競爭優勢喺度。一旦嚟講咧，可能喺歐美嘅地區獲得個監管嘅審批通過啦，包括喺中國地區咧，如果監管審批通過佢嘅自動駕駛技術嘅話，其實咧有可能咧會再度咧展開翻個升浪嘅。所以咧短期嚟講，預期咧 Tesla 股價咧都會繼續波動㗎。不過咧，如果作為一個長線投資者，亦都睇好翻咧 Tesla 嘅一個自動駕駛方面嘅技術發展嘅話，其實咧都可以呢一刻嚟講咧就係分住做翻個部署嘅。咁我今日咧分享就到呢一度，咁啊下星期再見，亦都利益申報翻咧，本人會有持有上述提及嘅股票嘅，拜拜。